开始了吗？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40分。此时此刻，我正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岷县，这里被称之为黄芪之乡、党参之乡、当归之乡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药都。甘肃的9到11月份是药材的丰收季，此时此刻，我们老乡们正在采挖的是黄芪。这里高海拔，昼夜温差大，种植黄芪的土壤也是这种黑盖土，再加上这里质朴的老乡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耕耘着希望，所以才在这里种出了享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品质、高含量的好黄芪。